家介紹嘅單位係位於大埔汀角樓嘅雅景花園，佢係一個1090尺3房1套嘅屋仔。除咗有花園同埋天台之外，亦都會有一個車庫。我哋而家身處喺正門嘅位置，右手邊會係車庫嘅出入口。右手邊就係車庫，左手邊嘅樓梯就可以通往飯廳嘅位置。右手邊呢一個空間就係攞咗車庫嘅位置去做咗一個家庭廳。上到嚟樓梯可以見到廚房採用咗開放式嘅設計，設有中島，而右手邊就係飯廳嘅位置。廚房嘅旁邊亦都設有一個有窗嘅洗手間。飯廳會外接一個花園，而左手邊就擺放咗冷氣機機頭。樓上會有2間睡房係向返呢一個方向，因為客飯廳中間係中空嘅設計，所以可以做到南北對流。上到去就會嚟到客廳嘅位置，外接一個平台。客廳呢一邊係向東南嘅海景，平台嘅空間相當闊落。望向馬鞍山方向，可以望到棕櫚樹同埋少少海景，感覺非常寫意。之後我哋再行上一層，就會嚟到2間睡房同埋浴室。睡房採用落地玻璃設計，望向花園方向，而浴室就設有旗杆，有窗係一個名廁。之後嚟到第2間睡房，景觀以樹景為主。再上一層就會嚟到主人套房，因為高度比客廳高咗，所以已經可以望到非常遼闊嘅海景。主人房亦都做咗一個衣帽間嘅位置。左手邊亦都有一組衣櫃。主人套廁嘅屋頂係採用咗透光玻璃設計，可以增加室內嘅採光度。設有旗杆加一個日式浴缸。最後再同大家參觀埋天台。天台除咗可以望到海景，仲可以望埋會所嘅室外泳池，設有水龍頭同埋電掣，約埋親朋戚友喺天台度開 party 都非常方便。臨海望到海景嘅屋仔喺市場上非常罕有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記得聯絡我啦。多謝收睇。